讀係一種主動去獲取知識、建構意義嘅過程。透過文字、圖表等等嘅視覺符號，可以提升自我修養、開發思維同埋舒緩壓力㗎。而為咗響應國家推行嘅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文化局舉辦開卷澳門2026全民閱讀活動週，攜手推廣全民閱讀風氣，一齊打造閱讀之城。由文化局舉辦嘅開卷澳門2026全民閱讀活動週，以閱讀10分鐘，每日更輕鬆為口號，透過豐富多樣嘅閱讀推廣活動，鼓勵市民將閱讀融入日常生活，共建書香滿溢嘅文化澳門。咁其實我哋過去文化局啦，一直都有係就住建設閱讀之城方面咧，做咗大量嘅工作嘅。以前叫做圖書館週啦，咁上年咧就改咗叫做全城共讀月嘅。咁而今年咧，我哋特別咧就再擴大啦，同埋改咗名，就叫做開卷澳門2026全民閱讀活動週。咁當中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為咗積極響應國家今年2月最新出台嘅一個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啦。咁其中咧，佢特別定明每年4月份嘅第4週咧，係要舉辦全民閱讀活動週嘅。文化局為咗響應國家喺今年初公布嘅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今次全民閱讀活動週嘅內容非常之豐富同埋多元化，務求希望市民藉由活動感染閱讀之中嘅樂趣，令到青少年可以放低手機，感受書本喺手上面嘅溫度。今年呢個活動週啦，其實有好豐富嘅內容啦，包括其實4月23號朝頭早就舉行咗呢個啟動儀式，係啦，咁亦都同日下午咧3點，我哋就喺澳門文化中心嘅會議室咧，就同澳門文化聯合總會咧就合作舉辦一個叫做澳門青年讀書會，係啦。咁其實呢個係一個首場嘅活動嘅。咁之後咧，我哋其實大概可能每2個月啦，都會舉辦唔同形式嘅讀書會嘅，係啦。咁主題都非常之多元化啦。咁都歡迎公眾咧繼續留意我哋嘅信息嘅。咁4月25同26號咧，我哋就喺文化中心呢個戶外廣場同埋室內嘅空間咧，都係舉辦非常之多嘅活動嘅。咁包括戶外廣場啦，咁就會有一個10分鐘嘅閱讀體驗區啦。咁市民可以咧係拎住個漏斗試下閱讀10分鐘，跟住就可以換取一啲飲品嘅換領券嘅。咁此外咧，其實亦都有10個咧親子嘅閱讀攤位嘅，係啦。咁歡迎家長同埋市民咧，其實可以帶佢哋過嚟咧係玩呢啲嘅遊戲攤位啦，係啦，感受下閱讀嘅文化嘅。此外咧，我哋喺舞台上面啦，亦都有好多嘅精彩嘅演出內容嘅，包括我哋會有一啲學生啊，同埋托兒所嘅藝文表演啦，係啦，亦都有澳門樂團嘅一啲嘅專業演出。此外，亦都有一啲嘅文學電影嘅播放等等嘅。咁而喺4月25號咧晏晝咧，我哋亦都有就住423咧創作閱讀比賽嘅一個頒獎典禮咧去進行頒獎啦。咁同日咧亦都會係進行一個圖書館嘅義工嘉許禮啦。咁係表揚咧佢哋過去咧係付出嘅一啲嘅努力嘅。我哋喺文化中心嘅室內啦，亦都有非常受市民歡迎嘅好書交換啦、期刊熱賣啦、一啲嘅書展啊、室內閱讀區等等嘅。為咗加大活動嘅影響力，今次仲邀請咗好多唔同嘅社會名人同埋機構一齊合作。其中文化局就揾咗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林發欽先生，以及現任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葡萄牙語系助理教授兼巴西漢學家沈有友先生，一齊擔任閱讀推廣大使。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榮幸啦，因為閱讀推廣大使係希望能夠調動到社會更多嘅力量一齊嚟閱讀，從而咧為提升個人、提升城市咧做出貢獻，所以我感到係非常之大嘅榮幸。我是非常榮幸的成為閱讀大使，因為我認為培養閱讀習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由於種種原因，所以當今的社會可能開始忽視這個閱讀了。我諗閱讀有一點係好緊要嘅，就話我哋個人獲取知識啦，無論係擴闊視野、增廣見聞，同埋係加深成個知識體系嘅建構咧，都係透過閱讀嘅。所以閱讀肯定係提升個人素質嘅一個好重要嘅主要嘅一個嘅方式。另外，從成個社會、從成個澳門嘅角度，我哋成日都講
閱讀係一個城市最深遠嘅力量。個意思就係話，如果我哋每個個體都喺度閱讀，我哋嘅城市將閱讀發展成一個氛圍，咁我哋每一個人同埋我哋嘅社會所得到嘅知識同埋力量就會好重大。所以咧，我諗喺呢個角度睇咧，閱讀對於個人嘅嗰個發展同埋城市嘅發展都係非常之重要。培養閱讀習慣對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我們天天我們看這個周圍的社會比如說我們去一個餐廳的時候，就看見父母跟孩子在一起，3個人，每一個人都是刷着一個手機。其實呢，這個我覺得，大概通過這個培養閱讀，我們就能解決這種人和人之間的疏遠的一個局面吧。自從人工智能軟件，亦都即係 AI 面世之後，影響住好多行業，甚至係教育嘅發展。市民普遍接受被動嘅方式吸收知識，首當其衝最受影響嘅，莫過於係傳統嘅閱讀習慣。我諗成個嘅資訊科技嘅年代，大家嘅閱讀個界面轉變咗咧，由傳統嘅紙本變成紙本兼電子嘅界面咧，亦都嗰個時間嘅嗰個長度可能亦都碎片化咗啦。咁呢個都係我哋所理解嘅。但係我覺得 AI 年代本身就係一個既有佢嘅嗰個優點，有佢嘅缺點。頭先個缺點我哋就講咗咧，就假如我哋利用唔好嘅時候咧，我哋例如我哋太過依賴 AI。我哋個體嘅嗰個判斷嘅能力，我哋自己嘅素養嘅提升，我哋嘅一種理解嘅能力，慢慢就會過度依賴機器。咁呢個都係會對我哋個人嘅整個素質係會有影響啦。但係與此同時，其實我哋更加多嘅係見到 AI 年代嘅優點，因為佢只係一個工具。咁如果我哋能夠善用呢個工具，我哋更加快咁獲取唔同嘅知識，更加快咁去整合唔同嘅知識，亦都透過 AI 甚至乎喺翻譯文本嘅理解上面，我哋能夠有更快捷、更精準嘅一個渠道。咁呢啲都係一個 AI 年代所賦予俾我哋當下呢個社會一個好大嘅機遇嚟。作為一個閱讀大使，我認為我們加強這個閱讀的習慣，我認為對於緩解我們現代社會的一些問題是一定是有幫助的。其實呢，我們通過閱讀，我們就會發現這個首先是每一個人呢都能自己集中精力去自己思考相關的問題，然後呢，通過一些正確的、有建設性的一些讀物，大家呢自然而然就會培養一些正面的、正確的價值觀。咁我哋咧都自4月份開始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向全城咧招募呢個共讀點嘅，希望社會各界積極響應啦。咁其實嗰個形式係不限嘅，你可以係舉辦一啲嘅讀書會啊、閱讀講座啊，就咁一齊讀本書啊，都係可以嘅。咁歡迎大家即係可以報名啦，將啲圖片發翻俾我哋就 OK。今年我哋亦都特別咧增設咗呢個參與證書嘅，係啦，所以完成咗嘅單位都可以獲得呢個證書。咁此外，啱啱都有提到啦，我哋其實今年推出咗呢個閱讀10分鐘嘅計劃，咁當中包括10分鐘閱讀角嘅。咁而另外咧，我哋亦都有面向市民嘅一啲個人嘅獎勵計劃啦，係啦。咁市民有興趣咧，其實可以就喺一戶通咧進行報名嘅，係啦。咁嗰個獎勵計劃其實好簡單，就係只要你係透過我哋我家圖書館嘅 APP 咧進行一啲嘅線上閱讀啦，或者到我哋圖書館借閱實體圖書啦，參與我哋嘅一啲嘅閱讀推廣活動等等，都可以累計一啲嘅積分嘅。只要佢滿足咗我哋一啲嘅達標要求咧，其實我就會有一啲嘅證書啊、紀念品啊同埋書券咧可以獲取嘅。全民閱讀活動週推出10分鐘閱讀角，目的係令到書香深入社區，以行動實踐閱讀豐富生活嘅理念。同時，文化局亦都正式發布社區5個10分鐘閱讀角示範點，而其中一個示範點就設喺一間商鋪入面。因為其實我哋作為社區咖啡店啦，都希望提供一個可以輕鬆讀書嘅環境俾街坊啦。咁所以喺咖啡店咧，我哋設立咗一個小書角嘅。咁喺輕鬆飲咖啡嘅同時，其實都有10分鐘可以睇一睇書嘅。喺而家資訊碎片化啦，亦都比較快可以接觸到唔同嘅嘢嘅情況下咧，閱讀我覺得係可以提升到專注力嘅。咁即使係小説都好啦，咁代入唔同角色嘅情況下咧，都可以提升咗同理心。開卷澳門全民閱讀，
為咗令到市民大眾提升閱讀嘅習慣，今次文化局將全民閱讀活動週增加咗更加多新穎嘅活動，俾唔同年齡層嘅市民都可以以全新嘅方式吸收知識。下一節返嚟，我哋繼續睇下更多精彩嘅全民閱讀活動。為咗積極響應國家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將每年4月第4週定為全民閱讀活動週，以培養市民閱讀習慣。透過主動學習去思考分析，從而令到個人嘅頭腦思維更加靈活之餘，亦都令到個人內在更有內涵。因為閱讀方面咧，無論閱讀幾長都好啦，其實都係有幫助咧，你嗰個可以提升一個嘅腦部嘅專注力啦，係啦。此外咧，亦都係非常之有效咧，可以放鬆呢個生活嘅壓力嘅。我哋都係非常之鼓勵市民去多閱讀啦。咁但係都明白大家即係生活可能比較繁忙嘅，咁所以咧，我哋今年推出嗰個宣傳口號就係閱讀10分鐘，每天更輕鬆。我哋希望咧就係鼓勵市民咧就係培養一啲嘅微閱讀習慣，可能每日就係攞本書或者睇下電子書等等，只要10分鐘，從小做起咧，其實都可以慢慢培養呢個習慣，亦都可以幫助到自己可以獲取更加多嘅知識啦，同埋釋放壓力等等嘅。閱讀其實唔分場地，唔分年紀。我哋澳廣視亦都有好多同事中意喺餘下或者係休息嘅時間睇下書。除咗可以喺緊張嘅工作環境之下放鬆一下心情，仲可以開闊自己嘅視野。Hello， 阿瑩 ，Hello， 咁多同事，哇，好勤力喎，喺度睇書放 break 都。係啊，咁有啲時間就睇下書咁樣。平時中意睇咩類型嘅書啊？平時咧都係中意睇啲比較懸疑類嘅書啦。有時我中意睇書咧，係因為即係俾我有一種寧靜嘅感覺。咁你咧，你中意睇書係因為咩原因啊？我中意睇書係因為其實有時睇完之後可以認識到有好多啲自己唔係好認識嘅知識，覺得好似好似豐富咗自己嘅一啲知識。冇錯，我都覺得書嘅世界真係好浩瀚同埋好廣博㗎。咁我都唔阻你享受呢個世界先啦。好，拜拜，拜拜。為咗響應文化局閱讀10分鐘活動，我哋嘅一班同事咧都特別組織咗一場閱讀活動，就係分享本地作家嘅文學創作。小明懵懵懂懂地迎接他的9歲生日，天空無銀蔚藍，像一大片缺水的沙漠。Hello Lucy，Hello 咁多位同事，啱先我喺出面咧都聽到你哋喺度讀緊書喎。我哋趁中午飯時間咧，成班同事一齊搞讀書會啊！讀書會啊，咁你哋今日睇咩書啊？我哋咧今日睇一個澳門作家嘅書，叫做《霓虹餐廳》。咁佢入邊咧用早餐啦、午餐、下午茶同埋晚餐嚟寫4個章節嘅。咁佢個故仔咧就會比較奇幻同埋荒誕啲。哇！聽上去覺得好豐富啊！但係其實你要讀書話咧，有冇覺得有啲咩得着㗎？因為咧，我哋崔記茶餐廳嘅創作團隊咧，成日都要寫一啲故事啊，咁要編劇咁樣，咁所以咧覺得睇下呢本《霓虹餐廳》，因為佢嘅故事咧都有以澳門為背景嘅，同埋咧作家咧想像力都好豐富啊，所以咧就想睇下會唔會觸發到我哋嘅靈感咯。都係有時睇啲小説，我都會覺得有種天馬行空咧，跟住自己嘅想法都有更加多唔同嘅思考咯。係啊，咁都唔阻你哋，你繼續睇書先啦。全民閱讀活動週喺澳門文化中心廣場同埋室內舉行一系列活動之餘，現場更加設有親子共讀工作坊，令到小朋友都可以透過唔同嘅途徑同家人互相溝通、了解、學習。首先要介紹嘅就係呢一個奧爾夫音樂繪本工作坊。今日咧，我哋呢一個課程咧係以奧爾夫音樂繪本咧作為一個核心嘅。咁我哋嘅設計理念咧就係咧打破傳統嘅聽故事嘅模式，咁將繪本入邊嘅情景咧作為一條主線，將呢個音樂、樂器、律動同埋咧親子互動嘅遊戲咧自然咁樣融埋一齊，即係話咧係將我哋平面入邊嘅圖像咧變成一個可以玩、可以聽、可以摸嘅一個立體嘅音樂活動。咁希望咧我哋嘅小朋友同我哋嘅家長咧
咧，可以沉浸式去體驗、去感受嘅。對於小朋友嚟講咧，我哋今日咧係採用咗音樂加故事加樂器同埋加遊戲嘅一個教學法嚟嘅。咁奧爾夫音樂教學法咧就係強調呢個原本性嘅。咁原本性呢方面咧就係話我哋嘅小朋友咧已經唔係一個被動嘅聽眾，而係一個主動嘅參與者同埋創造者嘅。咁咧呢一樣嘢咧就可以提高平時佢哋嘅一個情緒嘅表達能力啦，同伴之間嘅合作能力嘅。咁對日後嘅一個學習能力同埋專注力咧，都打好一個良好嘅基礎。對於我哋家長嚟講嘅話咧，咁今日呢一個活動咧，可能咧就唔係一個普通嘅活動，咁咧可能係一個高質量嘅親子互動嘅時光。咁喺活動設計入邊咧，我哋咧加入咗接龍嘅遊戲啦、找水果嘅遊戲啦，同埋樂器大合奏嘅遊戲。咁呢啲嘅情節啊，呢啲嘅環節咧，都需要我哋嘅家長咧全身心去投入當中嘅。佢哋都可以咧近距離咧去觀察到小朋友佢哋對音樂嘅感知能力，佢哋嘅肢體咧協唔協調，咁咧佢哋嘅情緒當中嘅微小變化，咁咧大人同小朋友咧都可以沉浸式喺活動當中嘅，可以咧不但可以拉近佢哋嘅距離啦，仲可以加深佢哋嘅親子關係。聲音因為音樂對於小朋友嘅腦部發展或者佢嘅情緒控制都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培養啦。我覺得音樂可以同佢玩，亦都可以訓練佢嘅肢體協調啦。我就覺得呢樣嘢令到佢可以唔好咁怕陌生，就會個人就開朗啲。另外一個工作坊就係智能情緒小劇場，透過音樂、動作、溝通、互動，令到小朋友同埋家長喺遊戲之中互相理解、互相學習。其實我哋今次咧就係用情緒智能小劇場嘅形式咧，去令到小朋友去認識情緒啦，跟住教佢哋點樣可以去表達同埋管理佢哋嘅情緒嘅。咁喺個小劇場入邊咧，其實我哋都除咗有故事分享啦，都會有親子律動，跟住深呼吸練習，跟住同埋有擁抱嘅互動環節啦。咁用幾種形式去令到小朋友去提升佢哋嘅情緒智能嘅。因為咧，其實小朋友咧，佢哋最基本嘅情緒有時都係開心啊，跟住憤怒啊，唔開心啊。但係好多時小朋友咧就未識去點樣用一個啱嘅正確嘅途徑去表達嘅。咁所以我哋都想用一個互動環節，用一種形式咧，咁就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吸收我哋想分享嘅知識。我覺得呢個情緒智能小劇場咧，對我同埋小朋友咧都係有唔同嘅得益嘅。咁首先對於家長嚟講啦，家長就可以知道啊，其實我平時屋企玩嘅遊戲可以再加插一啲嘅智能情緒啦。咁就可以去知道小朋友哦，原來我係透過呢啲嘅遊戲，咁樣佢係可以表達多啲唔同嘅嘢俾我聽喎。或者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啊原來我係可以咁樣去表達俾家長、俾父母知，哦我可以透過係咁樣俾媽媽知道我係想點樣喎。因為係家長同埋係小朋友嚟講，可能其實小朋友未必識得去表達俾家長聽，家長未必識得去睇佢嘅情緒，就咁佢嘅表情或者去或者手指指啊，其實家長係未必知道佢係想表達啲乜嘢嘅。但係我就可以見到係呢啲嘅遊戲啦，就可以知道哦，原來佢係想咁樣喎，原來佢係因為咁樣而唔開心喎。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學識得更加多唔同嘅嘢啦。
我哋希望透過今次開卷澳門2026全民閱讀活動週啦，可以幫助到澳門打造閱讀之城啦。咁亦都希望咧可以推動到社會唔同嘅階層咧一齊去參與呢個閱讀嘅工作嘅，係啦，因為就係單靠文化局嘅努力咧係唔足夠嘅，係啦。咁此外啦，我哋其實亦都配合咗國家個政策啦，我哋係希望更加咧繼續打造好公共圖書館嘅一啲服務質素啦，係啊，同埋環境等等啦。咁希望可以市民喺一個舒適嘅空間咧可以進行閱讀啦。其實我哋圖書館咧都推出好多唔同嘅一啲恆常活動啦，亦都大型活動等等嘅。咁包括我哋4月份嘅呢個大型活動啦，每年嘅第4季啦，我哋亦都會係舉行一個澳門閱讀節等等嘅。此外咧，其實我哋圖書館每個月咧都有好多針對唔同年齡層嘅活動嘅，包括一啲嬰幼兒繪本氹氹轉啦，或者故事天地啊、書香伴成長等等，呢啲都係好適合咧親子咧去報名參與嘅，而且係費用全免嘅。針對嬰幼兒推出一個有禮計劃啦，只要係0至24個月嘅新生嬰兒咧，其實佢可以到圖書館咧就免費獲取呢個嬰幼兒閱讀包嘅，咁入邊有5本好適合即係小朋友讀嘅一啲書啦，只要辦理咗我哋讀者證就可以㗎啦。為咗凝聚社會力量，營造全民閱讀新風尚，共建閱讀之城，文化局舉辦開卷澳門2026全民閱讀活動週，引領市民透過共讀，跨越地域界限，共享閱讀樂趣。本集節目內容喺網上同步播出，可以上澳廣視網站tdm.com.mo 收睇節目。